第一条是心肝宝贝，大家鼓声来鼓励一下。 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是咱关怀台音乐团2024年年度公演。首先，咱来感谢国民中华生活美
学馆提供咱这么好的场地，真感谢美学馆。咱关怀台美剧团是关怀文教基金会周董事长周清耀周董事长创立的，伫2012年创立，到今已经12年啊！多谢，团长。阮每一年年底拢会举办年度公演，今仔日就是阮2024年的成果发表。啊，伫个开始之前，咱首先来介绍贵宾。有咱中华关幼稚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洪信峰，玉办三亚会会长黄秀新，嘉福李孝国金水环金主委英杰金主委。立法委员陈秀芳的助理，刘友是刘助理，啊是咱中华在地上名的作家汤元汤老师，欢迎汤老师，感谢你。今仔日精彩戏剧就准备开始啊，所以咱即马好声来起来。有人要买牛郎花无？今仔日啊，牛郎花这么水，这么清芳，是啥拢无人要买？牛郎花，牛郎花，有人要买牛郎花无？哦，妹妹，你这么早就出来哦？我等下啊，老等呢，歹势啊，甲你吵着，最近啊，因为拢困袂好势啊。所以啊，想讲较早出来订花咧。我嘛是啊，想讲较早出来吼，看好势通好无？妹妹，你看好势出来啊！我看今日就使较早开始啊，看我的，少年的。我加入了攀岩也好，攀岩我现在也好。哎呦，再一下洗把鸡我来要死。捌过，哼，爱食都加洗。小主，你伫倒？妈妈在找你咧，你伫倒？啊，请问吼，你敢看到阮兜的小王子？小王子，阿姨是做啥物款的？哦，伊是着古水啊，跟咱一个小王子共款。古水啊，无呢，我无看到哦，无。哦，好啦，我过来验追哈。哦，小王子，好，实在哦，到即摆唔知通哪出来，我着想了办法甲骗出来。哦，哎呦，别无用啊！你无用啊！啊，我要看落去啊！哎呦，足惊的啦！哎呦，这是倒位啦？有人无？你敢不要紧？啊，无要紧啦！哎呦，足够水的呢！多谢。真正足够水的啦，敢若一个天才共款。天才？啊，讲到天才，啊，这着天堂，安尼我毋着死去啊！哎呦，我死去啊！你安怎？你莫哭啦，这毋是天堂，我嘛毋是天才，我是小王子，所以惊袂死。我袂死哦，刚才，好。啊，对啊，你敢袂使甲我画一只绵羊？绵羊哦，好啊，妈妈画一只互你。你阁袂记啊？你即摆毋是妈妈，你是使回年纪的。哦哟，我都袂记吼，我是使回年纪的。好，来，我画互你。安尼敢行？
这下有两支架，敢若牛咧，我爱绵牛。哎呦，好啦，我搁卖，妈妈搁卖头是啦，我洗轮机的啦。好，安尼有较行啊。一只伤老啊，我爱外挂咧。哎呦，上厝你有够烦的呢。好啦好啦，来，这是一卡箱啊，啊你的面哦，放伫内底啊。哇，我的面有第二只箱仔内，最高水的。玫瑰姐姐，你看，我的面有第二只箱仔内。哇，真正足够水的呢。啊，就一卡箱啊，啊哪有啥物面样？无大只啊。哦，这个高水，这个高水的。啊，真正是足可爱的。可爱，我看吼是可怜啦。大家甲看啦，已經15歲啊。啊，不过伊迄个頭殼吼，甲5歲囡仔共款，根本都袂曉照顧家己。聽講吼，因阿爸佇出世無偌久就過身啊，放伊母仔囝2個啦。啊，咱嘛知影講吼，厝內吼若一個頭殼有夠樣的囡仔，要飼大人是偌爾啊辛苦，而且吼，伊佫是單親的，啊，可憐啊。对啊，真正是吼，若有一天啊，妈妈年纪大，離開這世間，看到是啥物來照顧，感覺啊，就會死過去流浪。哦，死袂去流浪吼，上无吼，嘛佫有一条命，惊是惊吼。惊啥物？哦，电视拢无咧坐，电视拢无咧做，啊，你是拢无咧看新闻哟？迄吼是大人年岁大，听讲吼伊过身了，啊囡仔无人通顾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哦，拢会甲害死，这个自杀呢。啊，哪会使安尼？安尼伤残忍嘛啦！啊，毋过吼，若放伊家己一个人伫人世间，安尼感情经有较好。妈妈，我要坐飞轮机，你爱我几杯？哦，好啊好啊，啊，毋过你爱大汉啦，妈妈惊爱袂行咧。我唔管啦，我就是爱你爱。好啦好啦，啊无吼，你爱甲我换好哦。好，好来，换好要去买啊哦。好来，买啊。买啊买啊，快紧嘞快紧嘞，买啊快紧嘞。哎呦，无代志啦吼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无，我看你来去林场遐休困一下。哦，唔免啦，如果你继续去卖你的牛奶花，啊，我家己来去就好啦。真是无要紧。哦，无要紧。好，啊，你缓缓行吼。好好好。细记哦。好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无代志啦，伊安尼应该无代志啦吼。生到迄款囡仔吼，我看吼无代志吼，足奇怪。哎呦，他回来啊，进来啊，难受啦。玫瑰，啊，是你。你安怎遮早就出来卖花咧？我为着是我。你有啥物困难，会使来找我啊？敢讲我对你的感情，你唔知？我问我，我要调走。兄弟，你要调走啊？我想讲，你是毋是当对我走咧？哇，真是嘞！真是咧。今日谁去？就是你啊！你啊！靠山，你要救人起来，救人个抓起来啦！就是你啊！我玫瑰，看看你啊，看看人抓起来啊！观众朋友啊，这把人拎落去就对啊啦。去厦门，这第二次。是。哦，你叫草人呢，草迷茫啦哦。啥物草迷茫？香港讲啦，唔捌。你死啊！你把我头摕钱去买酒啊！啥物你的钱啊？你这老差的啊！想当初恁爸去大陆做生意，互你坐免穿了嘛，啊，食好做健康，啊，即摆敢若给你骗一寡钱，看酒尔尔，哎呀，当我讲的话，老了煞。你这死无良心的啊！即马三顿，毋是靠我安尼做工，一箍一箍安尼扣。吼，你即马规个打脸烧酒，搁来做大爷，吼，我听话无？真正是把我气死啊！其实是你太太恁好。无好。强大，哎呀，看我，哎，敢有喝酒啦？
规工干那想要啉烧酒啦。想当初吼，若毋是你伫内陆甲我包二奶，武险有诶无诶，即马嘛会在市场甲两杯啊！你规个吼，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你要死吼！好啦好啦，莫生气啊！观众朋友啊，你啊看，迄是叫我啉的哦，毋是我咧爱啉烧酒。李太太，莫生气啊！纪先生是要甲咱讲算笑的啦。我有看纪先生的资料啊。纪先生以前嘛是大公司的大头家，因为头路的需要，嘛是到出个国家做生意，是毋是？纪先生，莫搁困啊！创啥？爱讲对。对。对啦，拍查某战就要上楼啦。纪太太，我知影你真辛苦，也真无奈，咱会使甲纪先生讲看卖。在酒醒的时，问对未来有啥物计划甲想法？哎呦，社工大诶，多谢你安尼常常来甲阮关心啦。啊，拢看阮安尼吼吵吵闹闹，实在是真歹势啦。纪太太，你莫遮客气啦。人生不如意的代志，10项有9项到。啊，纪先生，即马人生拄啊长加了，心情嘛上歹上压榨的时阵。作为伊的太太，嘛是爱给予一寡正面的鼓励甲支持啦。哎呦，社工大诶，你讲我敢毋知？阮原本嘛是人人轻生的模范夫妻啊！啊，自从伊吼生意失败啊，钱个把我拐了了，即马两手空空，规工吼干那啉烧酒冤家啦！我敢无互伊时间，无互伊机会，死性唔改啊！厝要甲我摕去掠啊！你看我是安怎？要安怎？酒若啉落去，啥物问题拢解决啦。你继续！太太，你真好，真好。我莫走啊！我啉落去，佮讲啊！哎呦！不怕，怕死人啊！纪太太，袂使搁怕，袂使搁怕。莫走啊！佮啉啊！你无代志哦。无代志。哦，你这吵完嘞，臭咪毛啦！什么臭咪毛？我感觉真芳啊！我观众朋友啊，你看，这是全世界上查某人味的香水啊！你会较细腻嘞，我听讲吼，酒啉济会伤肝，会肝硬化，最后滴天花干死翘翘呢。为什么你佮爱啉酒嘞？你敢知影，囡仔兄？因为我想要甲我所有代志拢啊放互袂记你啊！要放袂记你啥物？放袂记我见笑代。你有啥物见笑的代志？啉酒啊！因为我逐摆酒若甲啉落去，我就会感觉真见笑。我就会想要学白讲话，学白啥物件，我会学白拍人。逐摆我若生气，我就会感觉真见笑。我只要继续啉酒，甲我的见笑来放互袂记你，甲我所有代志拢啊放互袂记你啦。你骗啦！你敢若是招酒抵抗抵咯？啊，你毋捌啦？你安尼是咧想表问题，毋是真正去面对问题。我上大问题就是无酒通啉啦。我要来去找酒啉啊，啥啦？啉啦！我的唔通是因为恁啊！哈哈！这大人实在就奇怪。来了，有一人讲话大声，万事拢遮命。无一人踮在
间，讲话无人听。老兄啊，你看有无？我就是好野人啦，好野人就是我啦。人我吼，好野人就是甲人无共款啦。迄个厝内面灶骹煮饭、洗衫、褥头骹，拢嘛无我的代志。有规工哦，骹担手担，唔免落灶骹咧。规工就是选着手指看咧，甚至要落破咧，我就甲人来去拍麻将。人阮的麻将拢拍迄种5万底呢。哎哟，哪呢？阮个对差咧。恁大家啊，你感觉我日子有好过啊无啊？若是有哦，欢喜就甲伊下落去。是喷雨蛋摆啊是面，人间开花粒粒甜，食了你紧看电视，电视看了来算钱。人阮好野人吼，就是安尼啦。逐工若无看到新台票吼，迄插口都涩涩叫啦，吼，变变涩涩叫，吼，紧来算钱啊，算钱上好啦。一两三啊3两节，啊一两三4 4 3两节，啊一张2张3张，哎呦，那安尼，那这一两三3两节。你好，请问这敢是你的？啊，这我的钱呢？哪里你遮？啊，刚刚这张尔，要有无？无啊，我无啊。哎呦，拄则我算哪度啊？哎呀，煞去啦！规定哦，我再搁算一遍。你好，我是小主，请问你是啥？哎呦，啊你敢看袂出来？我就是好野人啊！啥款？我真神的趣味袂歹吼。人吼，这个毋是好味啊，这个功夫吼，有10万斤拢是我的咧。哇，就是人咧讲的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的千万包租婆啦。逐工哦，我拢嘛无用咧算钱啊！我拄仔算哪个？我算袂记哩呢，拢嘛你啦，我搁算一遍。歹势，互你算唔对啊！哎哟，好啦好啦，这太要紧，规定我就是好野人啊，我就上爱算钱的。哎呀，脑钱通算哦，拢好拢好。算钱敢互你足欢喜的。Of course， 我若看到我的钱哦，愈算愈多，愈赚愈还，我就会足欢喜的，我心肝内就会足快乐的，那我拢会欢喜到困袂去呢。你敢知？有钱甲无钱差伫倒位啊？有钱人叫你等的，无钱人叫你等。有钱啉威士忌，无钱啉威士忌。有钱讲话大声，无钱讲话无人听。有钱看病免排，无钱看病你就转去台，安尼你捌无？我以为你一定欠少济物件的。安尼你知？因为你一定是欠少济物件的，才需要这么济钱。啊，我毋对啦。虽然吼，我真爱钱，我真足有钱的，但是吼，我欠一济物件。我这么爱钱，所以我爱有时间去趁钱，我就无时间去买物件。因为我爱趁钱，我无时间通交朋友。因为我爱趁钱，我拢无时间陪我的翁婿食饭。还佫有啊，为了爱趁钱，我拢无陪我囝做功课。唉，真正是可贵定年期，可怜哦。不过我先甲你讲哦，我摕钱互我翁的物件，人伊嘛你甲真欢喜啊。我再讲，我有请全国上赞的老师来教我的囡仔功课呢。我这一切，敢毋是拢为着钱啊？你是讲你即马除了钱，啥物拢无啊？你错了，有钱哦，啥物物件嘛拢会有啊。那安尼，你即马有钱啊，会使去找其他的物件。你若安尼讲吼，你实在真捌。
你知这钱吼，若是吼有100万，你就想要有200万；若是有200万，你就想要有300万。钱是愈济愈好，无人嫌啊！这你捌无？这毋但是正当尻川到白，好业人啊！毋过安尼，你就无法度享受有钱人的快乐啊！若是我有钱，我会想要喷水送互玫瑰姐姐，安尼伊会足欢喜的，我嘛会足快乐的。戆囡仔，安尼你的钱就愈来愈少，愈来愈薄啊！毋过我得着有钱甲快乐啊！袂使，我若想到我的钱吼，愈来愈少，愈来愈薄，我心肝呢就足无助的，袂使。毋过妈妈讲，钱若无用伫有路用的所在，就敢若是一堆数字，是无价值的。我讲，这个王子啊，小王子，你的头壳底的这种想法，你是啥物时阵当要做好野人啦？像你这款敢若会晓算钱的好野人，我嘛无想要爱。我感觉你已经生甲敢若存钱啊啦！哎呦，啰嗦啊！甲你讲话有影是加了我的时间啦，我无闲啊，我要来算钱啦。1两3，3两7，7两30，4 3两7，7两3。若是我有钱，我会做足侪有意义的代志。迄实在足无聊的。袂无聊，伊真正对地理足清楚的。毋过伊即马袂晓讲话啊。伊袂晓讲话，毋过吼，伊足会唱歌。你会使试看卖呀？伊会晓唱啥物歌啊？只要讲吼，甲地名有关，伊就会哪唱出来。你来试看卖呀？敢真诶？嘿啊。敢要落一箍？ No money， money 都比我加。好，我想要去天星饭店冒险，天星。一条牛青，伊老尾那边去，
伊是向阮暗示，七他无了时。哇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妈妈是台东人，台东。你若来台东，翁请你前招看，出名里山也有一支石好山，粗路之也无着出情歌，红头树三生态美丽的海岸。哇，我想来去八卦山佚佗啊，八卦山。八卦山，八卦山，阮的爱人啊放沙外。伊是嫌阮面容歹看，也是嫌阮较面单。哇，真厉害，真厉害耶！我不管啦，我不管啦。哎呦，来，紧走开！我不管啦，我不管啦。阿爸的代志，今日一定爱解决。爱解决。好啦，某诶，即件代志咱就莫搁讨论啦。厝里毋是拢一直过了好。阿爸辛辛苦苦甲阮请阮大汉，阮对伊话，迄嘛是应该啊。嘛是应该啊。迄是请养你，啊，毋是我。而且你嘛爱想啊，当初是你嫁过来时，阿爸对你嘛是真疼惜啊，叫你若亲像家己的查某囝共款。像查某囝共款。哦，讲到这哦，我就想起，就当初嫁来恁兜，当时行前了，我嫁了偌好，拄偌好。但我吼是一粒有名的地理学家，吼，阮先生吼是缘投的大客啦。我嘞？你都还袂出世啊？我怎出世的？你大汉就知影啦。阮阿爸啊，拢我负责。你讲看卖，安尼我甲一个外妈有啥物无共款？拢共款。某诶，你讲安尼就伤含咯。厝里毋是有遮济玛利亚咧照顾阿爸，为日常生活起落，到厝外散步，到厝里的三顿，拢是玛利亚咧负责。你讲，你搁有做着啥？对啊，你搁有做着啥？玛利亚，敢讲啥物代志拢会使等下玛利亚来参了。像我啦，顶个月才甲 Angela 去香港送会啦。哦，你著无欢喜，爱我先生来照顾阿爸，无放心，无安尼啦。阿爸你顾啦，安尼吼，我嘛较清心。嘛较清心。你讲这话敢袂听见？我毋是逐工拢免上班，规家伙仔拢食苦，逐家做好个枵死啦。枵死！哎呀，玛利亚，你着去当带走啦。好诶，你过来阮兜，只要甲厝里照顾好势，其他嘛无要求你做啥，你嘛毋通规工甲咱想要出去外口佚佗，安尼有厝边隔壁讲闲话呢。厝边隔壁，伊嘛敢会晓讲伊到话名。而且你嘛爱想啊，阮阿兄甲阿姊会安怎想呢？当初是因甲阿爸交咱照顾的呢。哼！小妹啊，你讲哦，即个小弟吼，佮咱吼苦苦来，讲要开什么家庭会议，我甲你讲哦，即个家庭会议吼，一定考虑迄阿爸的代志。我想讲较好哦，阿爸中风了啦，咱两个出偌济钱，你嘛拢知影吼。但是即马咧，小弟我啥物阿爸爱三个人做伙照顾，迄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即个爱人讲不清楚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无毋对。哦，小弟，莫我讲啊，你想看卖咧吼？自细汉阿爸就上疼你啦，哦，无要紧啦，好食的、好困的、好耍的，拢爱我养互你啦，我嘛拢养互你啦，我无我的童年啦。即马阿爸我嘛养互你啦，啊，就公平吼，你嘛做起来啦，我教你啊，哦，我理解无啦？好，点点你免我讲啊，自细汉吼，咱阿爸阿母吼重男轻女啦，讲吼做查某囡仔照顾小弟是应该的啊。所以别人搁小时别人下课就通去佚佗，我下课我已经转来厝诶，甲你洗身躯、换尿珠啊，迄饭吼搁放在厝诶，薄好用吼，啊才搁饲互你食暗的咧吼。啊安尼，所以我搁小拢无通去佚佗，啊等下我较大汉，你读搁小诶时阵，啊，叫热吼，字拢无要写啦，报算啦，到要开学诶时阵，老爸老母讲叫我着爱替你写作业。啊，我讲吼，爱训练你独立，到尾安怎讲嘞？讲吼，做人
子吼，真无良啦！敢若一个小弟生了这古水也袂晓顾啦，哪有人生目睭捌看过这个做阿姊这无良啦？所以细汉我照顾你，啊，即马大汉啦，换你照顾阿爸，而且吼，较早的人吼重男轻女啦，讲吼查某囡仔袂使得财产啊，所以我无变着半身。啊，进前阿爸迄我嘛出较济啊，对无？啊，出咧就交代互你啊，吼，啊，我即马靠我家己拍拼，啊，我即马伫日本啊，所以。拜拜，三阳奶奶，拜拜，我等下日本啦，拜拜。这样子，啊，别个讲啦，拜拜，我咧看回日记啦。所以啊，阿爸我来照顾啊。讲到恁兜迄两个哦，早就比较啊，一个大兄是美国，一个阿姊是日本，啊，都家己啊衰一台湾。咱用乌鸟啊，咱把你包包的啊，送去美国的大兄啊。乌鸟无送去美国啦。乌鸟无送去美国对呢。啊，毕业学拢有啦。我要使命必达。哎呦，老不管啦，反正哦，阿爸就是爱送去养老，现在不得。养老院，迄是阮爸呢。你敢要做到遐大钱？阿妹啊，你先莫家己惊家己啦，养老院无遐尼恐怖啦。我来你讲啦，我有先恐怖者，你看来咧？哎呀，佫袂歹呢，咱亲像咱顶摆去泰国度假米啦呢。就是讲啊，环境亲友嘛，专门人咧照顾，啊嘛有恁去工作。上重要的吼，是厝的人会使好好做家己的代志。安尼咱两个啊，嘛免逐工为了阿爸的代志咧冤家啊，嘛免讲命哦，明仔日就来阿爸送去养老院哦吼。好啦，啊毋过啥？伊若带袂惯势，就爱搁带转来呢。好啦好啦，我都甲送出去啊，哪有可能搁甲接回来？呆，安尼我变怎？啊，你着倒去越南就好啊。阿妹啊，我来讲哦，迄等下你也要转去的时阵哦，迄包袱啊吼，爱小心看者哦。听讲吼，足侪人就是用即款人，到遐搬一点仔搬了了，你知无？吼，啊你来徛喺遮，当作我讲袂听哟。警察讲烧落去啦，你看你的衣领，即款代志嘛袂晓。阿妹啊，安尼咱代志拢处理了，啊无咱来去食下午茶庆祝一下。好啊，要庆祝啥？要庆祝啥？啊，庆祝阿爸哦，要去米兰度假啦。好哦，你真有好听哦。哎呦，阿囡仔嘞？阿爸，我要去吃下午茶，阿母干嘛？嘿啦，什么？状况有啥哩啊？我要回去做。哦。
大啊！再会，后摆有闲我去我人找你诶，再会。比袂过我熟悉的玫瑰姐姐。你讲啥？
无唔对。你讲，迄个上水的玫瑰，即马伫倒位？是啊，我要亲眼去看伊，到底是倒位标那水？哼，一定吼是空壳无来在。伊毋是空空甲无来在，伊虽然无红玫瑰的热情，黄玫瑰的浪漫，也白玫瑰的气质，毋过伊是我的朋友，阮来互相照顾。你这等于真正是乌白讲话。对啊，咱的政府是咧创啥？咧社会局的人咧，咱会安尼好好安置这个人吼，好伊拍走。对啊，你若是甲我规身躯的血那有弄垃圾，伊甲对去，哈！你拢做水的，毋过恁互相讨厌，毋是真正的朋友，所以恁拢做空气的，需要美丽外表来安康恁的空气。我这么水，一定足侪人介我，我哪有可能空气？讲我空气，一定是我当我使了水水，对，一定是安尼。我叫你3个伙伴，我才是上空气的啦。恁搞我的空气，我这是真正的美丽个空气啊！我看吼，你哦是走较看大。哎呀，毋知我题材敢好看，毋过后尾是讲真好看的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我是小王子，请问你咧创啥？我咧扫涂骹啊，扫涂骹敢好耍？一点仔就无好耍。若以前吼是较轻松啦，我只要吼甲涂骹才会，就迄个树叶啊扫无清气，啊我就好啊。无像即摆啦，即摆人足无公德心的，啊本身乌白蛋啦，我就爱了更较侪气力，更较侪精神，所以我就甲涂骹扫落好呢。真辛苦的。无法度啊，迄是我的工课。啊，毋过吼，虽然扫涂骹会当足忝，会足忝的，可我就想着讲，这个公园互我扫到这尔啊清气，我就足欢喜、足快乐的啊！真欢喜，最快乐的，敢真的？是啊。你毋是讲扫涂骹会互你真欢喜的，我来互你更加欢喜啊！哎哟，实在，好啦，你要我快乐吼，毋过你爱甲我斗整理工作哦。好，来，安尼哦，你给我想好无？好，来，嘿，佫给，来，甲我等到规4个，不要紧，你爱甲我斗整理哦。来，你给过来，来，嘿。好，真好球，来干到这喽！哇，绕，好，再来，你都把这个有刷哦，好，再来，哦，好，来，好，再来，再举一块。喂，搞，小明你足搞的呢，今仔有够快乐啦！我来要来变故事啦！你敢知影？你是我今仔日拄着上认真的一个人。多谢啦！今仔日安尼会使快乐啦！好，要去讨论事哦。嘿，是啊。啊无，我来互你更加欢喜的。唔免啦，够快乐啦！嘿啦，好啦，我要来变故事
啊嘿。好，再会，后摆要快乐的时阵，再来找我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你好。哎，你是谁？你好。你是谁？你伫倒位？你好。哇，你老做事员呢？你是谁？我是世家福利，我是世家头啊。我是小老主，你敢袂使甲我说，因为我足孤单的。袂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袂向教乖啊，所以我会惊人，袂使交你说，什么是教乖？就是建立关系啊。建立关系？无唔对，就参像即马，理想主交其他的囡仔无共款啊，拢共款啊，无啥物差别。啊，但是咱若是拢甲对方教乖啊，安尼咱就会使变成朋友啊。从此以后，我买甲伊就迄金色的名产哦。金色不要谈。金色不要惨，为什么？哎，你是咧？啊，人金色的名产，饼仔是摕来做胖的啊。阮狐狸啊，无咧食胖啊。阮狐狸吼是食迄鸡啊，迄个鸡啊，而且吼，阮阁是食有鸡哦。哎，有鸡的鸡，啊，唔对，有鸡鸡。所以吼，迄金色的名产啊，甲阮狐狸啊无关系。但是吼，咱若变成朋友啊，我看到迄金色的名产，我就想到你迄金色的头发呢。金色头发，你敢讲这？你介意就送我你啊？多谢。我嘛呗。你这两对耳啊，这么大蕊着，我比较适合啦。来啊，你帮我摕一下。你一看无好看，伊一看较好看。不要，拢共款好看。多谢。那呢，咱即马就来唱歌，来唱西北好好不？好不？好。啊，好，来，日头尾半暗时调啦。来，西北好地地咯，是人伊要娶某，好大兄拍高高，每人无啊讨杀手，日头暗找无路，赶紧来回金光，最好心来借咯，西北好地地咯。来 one more time， 西北好地地咯，一人伊要娶某，好大兄拍落鼓，每人无啊讨杀手，日头暗找无路，赶紧来回金光，最好心来借咯，西北好地地咯。哎呦，那你今天落啊？小狐狸，在家做啊？你做啊？咱怎回来啊？哎，小公主，阮母也要甲阮叫啊，阮要好来转啊，而且阮也要甲过生日咯，你嘛好等去困啊嘿。哦，好。再会。后摆我食着咸酥鸡，就想着你，因为狐狸是食鸡，啊，有鸡鸡啊。再会。我断水无水，请你免动情我。妹妹姐姐，上主，看到你真好呢。我看着你嘛真欢喜耶。对啊，看到你啊，我就感觉迄其他人啊，足假足意味的。为什么啊？这
等一挂咧，真烦咧。迄个警察哥哥咧，走啊！走啊！你毋是家己教乖啊？教乖，假啦！讲啥物啊？爱我对伊走嘛是骗人的啦！我啊，带伊转来看伊的爸母，结果啊，伊的爸母是知我是一个地狱兰花，就气嫌我。伊啊嘛是甲其他的共款，最后嘛是气嫌我是一个地狱兰花，叫我家己保重，讲啥物要照顾啊，拢是假的，拢是骗人的，骗人的，骗人的啦！你看家心情小歹，来遮济。我甲你讲，你若心情无好，一定要抬头看天星，就在天顶带着一份足可爱的精灵，你的心情就会变较好啊！来试看卖。从我14岁阿母过身了后，我就无搁看过天顶的星啊。好，为什么？会记得啊，细汉的时阵，阿母拢会牵着我的手，甲我坐在这医疗看天顶的星，佮甲我讲真侪故事。即马像我一个人，我都无想要去看。啊，足可惜的。可惜，为虾米咧？因为阿母讲，每一粒天星拢是一个人的灵魂变的，连阿母伫天顶嘛，一定足希望会使看到你的笑容的。真是咧。对啊。你阿母伫天顶嘛，一定会看着你，甲你鼓励。对，天顶的星闪闪细细，就是像阿母温暖的笑容。安尼啊，我嘛爱加油。好，咱做伙加油。奇怪，我明明等一只还无看哈。我会记头毛嘞，哪会无看哈？会记头毛嘞。我明明等一只啊，我会记头毛嘞。你好，请问你咧做啥？哦，我咧找一根鸡头毛。我咧找我啲同学鸡头毛啊。金色鸡头毛。歹势，我拄则有翕到，毋过已经送人啊。哈？啊，你摕去送人啊？啊？去送人啊？哎，我要怎？啊，你我变去办呢？哎，要怎？你要怎？要怎？你莫哭啦！你莫哭啦！你根本毋免一顶金色鸡头毛，你就足水啊！你还有自信？真的？对啊，妈妈讲每一个囡仔伫阿爸阿母心目中拢是上水的，所以你还有自信。对啊，细汉的时阵，恁阿爸嘛讲你是上水的公主啊。多谢，我有自信。唔免讲多谢，咱拢是好姊妹啊，爱互相照顾，互相鼓励啊。就变成是你是安怎？我好是吼，迄个食歹腹肚，落屎啊，一定是着继续讲给我你听。啊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有些大腹肚要生啊！哎呦，我是查甫的，要安怎生啊？我石头头见着啦！哦，我以前食完一见着，妈妈就迄哈姆甲我救。哈姆，啊你妈妈用火腿甲你救哦？啊，我即马无火腿，我看卖有啥吼？演唱会使袂？哦，不是迄啦，是哈姆立克急救法。哦，感谢你叫我一命。会啦，不过你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爱解酒。好，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，我答应你重新做人。哦，歹势啦，是不是阮小王子甲恁遮麻烦啦？啊，毋是啦，阿婶，小王子吼甲阮斗3工啦。斗3工？对啊，伊教我爱自信。对，小王子嘛教我啊，拄着困难的时阵啊，要用笑笑的面容去面对一切。小王子教我啉酒的时阵，唔通食豆豆，困难。无啦，小王子劝我爱解酒，重新做人。对啊，小王子嘛教阮讲吼，朋友啊爱互相帮忙，先困到底。朋友爱先困到底，安尼咱嘛来做朋友。朋友？我看
哇，无咱两个先来做朋友啦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。哎呦，讲真笑的啦。啊，不过讲真实的吼，我嘛爱感谢小王子，小王子。多谢伊。袂啦，这拢是妈妈教我教的，妈妈平常讲的，我拢有记的。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特色，甲家己的价值，拢是独一无二的。只要活出家己的自信，伊就有伊家己的一片天。乡亲啊，咦，咱干杯毛是无叹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日来收看，今日来欣赏阮关怀台剧剧团2024年的年度公演。首先，咱们来介绍。所以大家爱赶紧斗下手较好。这有是讲阮安尼认真咧说有法度，其实是靠咱众人。阮其实是想着足紧张、足要紧安尼尔，一定都要大家每一个家庭拢有当作是代志，是咱家己的代志，毋是我的代志。我当然我足要紧，但是我其实是咱2300万人其中一个人尔，每一个人拢是足要紧的一个。特别是这家长，安尼刚好，所以拜托咱12月初7，下晡就开始来，阮会再是保育人员要来遮开会，开中昼，然后接续，咱有部分的绘本，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尽力出部分的绘本，外口遐就有阮每一乡镇，阮一日，本地咱大家知影，咱有一首咱中华，个有朋友讲哦，恁中华文会咱写安尼，希望大关系。嘛，咱拢去写一条。我感觉安尼无够伊写来吼，大家头先看欢喜拢足好。我讲哦，你去 YouTube 看卖，拢有咱一首咱中华，就大家报阮是咧看。我讲 YouTube 有一条歌是咧报咱中华，我想讲伊知影迄个我，对阮太太讲的，阮太太写的吼。所以足好耍吼。所以即马毋定安尼，咱希望大乡镇的特色、的特点拢写会出来。所以咱上无，咱对世界要紧知影，但是咱对家己的故乡无了解，迄实在是浪费。所以希望大家对咱家己做起，咱家己有做起有了解，咱就较会当自信，对无？较袂咱家己安尼无自信，其实较有自信，会当足安心发挥，你会当了解家己的代志，你就会会晓表现，为咱家己，靠咱大家。而且我想要点一个吼。若有要翕相的人，一人爱准备一角，还是1箍，是来讲笑的啦，那是开玩笑，那是开玩笑啦。好，来，该拍节目啊！节目都是小心钱，今天吼，因拢会来跟咱今天老师聊聊吼，因拢长期伫咱遮，另外佫有一个迄个王母家，因嘛是逐个月拢会来唱歌，咱才知影2礼拜前，咱的音乐会就是。佮头前是竖琴迄个铁琴，佮来是迄面话差不多5百几个人来做伙来唱歌。这场我看若袂歹，咱后礼拜的这个歌语，迄拢1、2千人的吼，所以要来就要较早来，无恁就摆较去后壁去啊吼。佮后壁是12月初7个，佮12月佮后壁，反正就是年底迄个大场拢直直来。其实本身是拢欢迎大家，咱都有2团的同志文团，拢欢迎大家吼。含暑假有文化营，有广播营，拢欢迎大家做伙。若有要学罗马尼的，我咱拢会当伫咱园区拢免钱，希望大家调引咱家己的语言、家己的文化，拜托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周姐姐，即马真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即马咱要去大合照，所以请大家会使上台，大家头前，还是咱可以，安尼大家先坐好，安尼咱先坐。咱先过来好啦，先站定好啦，先站定好啦。
来，请大家来头前，咱来翕相。爸爸起来，爸爸起来啊！最后面那里还可以，这里。好，讲台语，真欢喜。讲台语，我爱你。那里还有在上。妈妈这里上。好了。今仔日讲台语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哦。